当来看国内这行政院2022年有核定国家基建整体发展方案，按算伫2026年要达成客语、原住民语、甲台语拢总5万户母语家庭，其中台语家庭的部分就占4万户。不过到今是一直无提出实际规划，这是引起各界质疑。但文化部总算是提出书面的回应，打算会用培训课程甲补助强学的方式来推动。不过，母语家庭也是认为讲，这份计划无够详细。为着要让本土的国家语言久长传承落去，根据行政院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，文化部按算自2022年到2026年，要达成台语家庭4万户的目标。关注这个议题的民进党立委张雅玲，伫今年3月要求文化部赶紧提出实际做法，但文化部总算有书面回应，表示要分做台语学习家庭甲台语文化家庭2种。伊就是有分学习家庭是入门的，可能伊的台语无讲足认真的吼。文化家庭就是因的台语较认真的，所以因拢是爱申请，拢是爱申请的，拢爱登记安尼，拢爱去上一寡课来指点，才有法度来认证伊是到底是学习家庭咧，还是文化家庭安尼。针对台语学习家庭，文化部希望用送台语应试培训的礼包和上课累积点数的方式，来服务台语应试家庭转变做有意识去推动台语的传承。立委张雅玲指出，这个做法也阁无够，应当爱把整体的台语资源拢规划入去。小朋友看的这动漫的配音啊，卡通的节目啊，这部内底应该拢有这台语的部分吼，因为这是创造一个大的环境。无你讲对这个大礼包，我是感觉讲。因为你无迄个人有啥物爱去学这物件，一定有这个刺激嘛。我有这个刺激来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开始会晓想，一直接触的时阵，就开始有这个意识嘛。另外，伫咧台语文化家庭的部分，文化部的规划是打算要用帮助强学团的方式，让台语家庭来申请，进一步促进台语社区的产生。长期咧经营台语强学团的台湾台语路协会表示，要招强学上大的困境，都是要找到免费的空间。亲像客语，因有足侪客家文化园区，迄若是客语的团体去招，就是会使免费，也是讲会使拍者。但是台语目前就是拢无安尼的所在，咱目前全台湾就敢若中华有一个台语的文化园区尔。另外，协会嘛呼吁文化部，若要规划相关的台语应试培训课程，也是台语的相关活动，第一线执行单位嘛应当爱接受台语应试的训练，对语言的传承、复振甲书面感拢爱有了解，互替台语补助的活动有一定的品质要求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